另外嘛是上新的消息，这是歌手曲君，伊涉嫌是弄死一个姓李的排班计程车司机。那弄到迄当时，伊车无停，佮做伊走，而且佮去唱跨年演唱会，昨昏是互检方约谈，尾啊互法院裁定收押禁见。有什么话想跟家属说吗？你小心。好，来小心。要不要道歉？要不要道歉？对记者的问题拢无回答。歌手曲君涉嫌伫去年12月27透早开车冲撞2位计程车司机了后逃走，其中姓李的查甫人伫今年1月初3伤势严重不幸死亡。贵人地检署检察官昨日到传唤曲君到庭应讯了，认为伊有逃亡串灭证之余，向贵人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经检察官讯问后，认邱某涉犯刑法肇事致人死伤而逃逸罪、刑法过失致死罪，其所涉犯罪嫌疑重大，且有逃亡、勾串证人及灭证之余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贵人第二伫昨暗9点开庭，法官认为曲君的手机也无经过所谓海环，依然有被远端操控删除内容的可能，无法度用拒保来防止。裁定收押禁见2个月，曲君将会伫咧看守所过年，暗时被带去警备车送去贵人看守所。曲君的老母伫初7点网络顶发文道歉，并且讲代志发生迄当阵有去关心对方，不过对方拢袂记认。因那死亡的4弟的司机因家属表示，曲君是成年人，将家己面对，伊家己拢无来插，天理不容。曲君的经纪公司崔7案发声明，讲曲君对公司安砍这件代志继续登台表演，已经违反合约，会甲律师抑个其他合约方研究甲曲君解约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